高中央因为这定情误买土地案件，一审被判刑7年8个月，并且限制出境出海，以个人的手机个案的手机进行电子的监控。进前，伊甲法院的声称6月初5到初10解除境管，计划以亚洲棒球总会会长的身份去中国参详比赛代志，再搁转到日本拜会世界棒总的成员。也毋过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审理了后，敢若准伊到中国去交流，并且爱纳一个5000万的保证金。 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理事长高中中，因为牵涉到丁清湖买地案件，被判7年8个月。防限制出境甲出海，手机也防监控。严过伊即摆有必须爱出国的理由。高中中6月初5到6月初7，互邀请去中国讨论棒球的比赛。为着要选择过世界棒垒球总会副会长，本地阁要准备到日本争取支持。 严格法官认为，你选举的时间要真久，无这个必要驳回伊申请。是讲中国行程无去袂使，所以解除伊出入境的管制，并且裁定交付1亿5000万的保证金，要求体育署长第4长和律师爱将人带回来。2017年，高中良也办以亚洲棒总会长的身份向法院申请解除8天出入境的管制，当时也是交上亿的保证金。 时任体育署代理署长林天高做担保。过去王玲玲也因为要去越南参加国际商务交流，申请解除出入境的关系。采取责付法官通常会选择被告的家属或者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，用他们的社会公信力来担保被告不会逃亡，减少社会大众对被告是否逃亡的疑虑。利用催人监督兼做担保，含糊一大笔保释金的手段，好比个一点缓冲的空间。 律师讲，人若真正走去，法院对撤销即付钱的资格，而且依法无收高保金，发布通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